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劉俊謙，我係衛詩雅，我係朱康，我係肥腸徐浩琛啊！我喺呢套愉快動物餅大電影裏面咧，就係飾演你隔離嘅一隻小飛馬。我個角色咧叫做師兄，飾演隊長個身份嘅。我係聲演馬卡龍博士呢個角色嘅。咁我今次配嘅角色叫做大象啊！好奇怪嘅，裏邊啲人就好似覺得唔係好服佢啦，覺得佢唔係好適合做隊長啦。佢入邊一個特質咧，同我就好相似啦，就係唱歌好好聽。好似一個老師、領導者咁樣嘅角色咯。咁啊，大象咧其實係一個智慧型嘅男神啦。咁喺我哋愉快動物餅門咧遇到一啲危機嘅時候咧，都係大象好淡定咁樣去擺脫重重嘅難關啊。其實最難咧，我覺得佢好多嗌啊，因為好多即係拯救啊、被救啊，多數有呢啲情節㗎嘛。我自己配動畫嘅經驗啊唔多啦，點樣可以揾到一把好屬於佢嘅聲又得意嘅？咁呢個可能係比較大嘅挑戰。配音其實同演戲嘅技巧就有少少唔同嘅，一定要用你嘅聲音、你嘅情感擺入去一個已經既定咗有聲音、有情感嘅一個畫面度，冇想象中咁容易咯。即係細個可能成日都會扮啲卡通人物去嗌啊去成，就覺得自己做到噶嘛。試過第一次好正式咁樣去做呢個錄音嘅工作之後，你發現原來冇想象咁簡單。因為入邊嘅畫面好靚啊，你好容易投入到佢嘅世界。我諗吸引我嘅原因，即係因為由細到大都食動物餅啦，佢橫跨咗我哋，即係好似香港人好多代咯。咁我就中意食紫菜味，我就一定會對嗰個英文字，跟住喺後面咁樣揾翻嗰個動物叫咩名啊咁樣。呢個係真係幼稚園又食，小學又食嘅。我一定會食晒所有動物咯。我嘅胃就係呢一個叢林，仿如一個野生動物園。大家記得入場睇愉快動物餅大電影，帶埋你爹哋媽咪或者你啲仔女入場睇啦。